喜欢客家话，欢迎大家来讲客。客家话的传承爱靠俺这家客家人，大人爱教客，小人爱学客，大人细子向下来讲客，客家真正赞。咱家己对安尼客家吼，对文化的语言的吼，甚至个民俗的安尼等等的吼，有太关注啦。多谢各位，谢谢，身安之身。来共客，六五青菜，赞。